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老一辈观众朋友较早坐公车，应该拢有印象，有车长小姐替人检票收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奖字样奖，嘛有人读做奖。这个奖就是手心的意思，像咱讲手奖；有人读做奖就是文音。另外鼻音读做奖，像咱讲欣奖、亚奖，这个意思就是动物的脚底。另外奖做动词，嘛有管理的意思，像咱讲掌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掌管，嘛有人读做掌管。头前讲到这个意思，就是管理、主持、乐观的意思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长长查甫做相公，啊那长长查某守空房。里面的意思是讲平平手掌的掌纹长长，啊那查甫会当做大官，若是查某就会克家己的翁婿。这个意思就是讲查甫命运差真多。当然，这是古早的思想，已经无下今卖的时代。不过，咱新闻定来讲到这句话来形容查甫拄到同一项代志，命运无共款，命运差真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讲到长长查甫做相公，长长查某守空房。今嘛时代无同，过去这款的想法已经落伍啊。今嘛总统拢是女性，掌管国家大细项的代志，已经无过去这款性别的区别、性别的争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奖或者是奖，这拢是文音，鼻音是奖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